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4年11月初2。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第1节到第8节，民数记第9章第9节到14节，路加福音第10章25节到37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好厝边。今日下昼将会受邀请来参加一场婚礼，新郎是对瑞典来的大会，要代表新娘这边来献上祝福。新郎的亲人一行10几个，特别对瑞典来到伫台湾参加婚礼。虽然也拄到这个强烈风台抗瑞的这个侵袭，但是相信除了风台的威力以外，伊一定会感受到台湾人，特别是女方这的厝里的人、亲人迄种满腹的热情的对待。过去一段时间，看到这对无共款国家这个交往看到新娘厝里的人对待这位瑞典的未来囝婿，总是想讲伫圣经内底迄种安息日的精神，耶稣基督所咧讲的好的撒玛利亚人的信仰性命，真正是拢表露出来。我相信对伫这个对真远的所在，瑞典来的新郎厝里人来讲，甲因讲毋免烦恼，代表已经互阮当作台湾人，新娘厝里的人嘛当作是家己厝里的人，应该是上大的安慰甲祝福啊。民数记第9章第9节到14节，摩西的诫命甲以色列人讲，对外邦人的态度，都爱亲像对待家己人同款。上主命令摩西，就对以色列人宣布：恁还是恁的后代若有互这个尸体目垃圾，还是出外远远的所在，依原在守着上帝的颁过节，因着万一个月第2月14号黄昏的时守节，食羊羔、无甲饼、甲苦菜，连一点拢毋通留甲加早起，羊的骨头连一支也毋通拍断。因照着颁过节所有的规例守这个节。若是有人清气嘛无出外，毋过无守颁过节，就甲伊对人民中间革出，因为伊伫指定的日无献礼物互上帝，伊就对家己的罪负责任。14节，若有外族人寄脚伫恁的中间，爱要守上主的颁过节，伊就遵守颁过节的规例甲命令。出外人甲本地人拢着守同一个规例。14节的经文讲得非常清楚，本地人甲外族人看起来拢是同款的，无有差别。如果用安尼正确的关系来看外国人，怎会还阁有错误迄种外邦人的歧视呢？就爱正做外邦人的好厝边，用上帝的疼来彼此款待。当耶稣基督咧教导军队者，就爱疼人亲像家己的时阵，就有人就甲伊挑战什么人是我的厝边耶稣就讲一个譬如伊用路加福音第10章25节到37节，伊伫遮就讲着这个记载呢，有一个律法教师徛起来试探耶稣讲：老师，我着做甚物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耶稣因伊讲律法有写甚物，你安怎了解？
迄个人应讲，你着专心、专情、专力、专意，听主你的上帝，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耶稣甲伊讲，你讲了真对，着照安尼去做，你就会得到活命。迄个律法教师为着表明家己是对，就搁问耶稣讲：什么人是我的厝边？耶稣就应讲：有一个对耶路撒冷来到伫耶利哥，拄着强盗，伊剥伊的衫，搁甲伊拍割半死，然后甲伊放下地做引去。拄好有一个祭司对迄条路落来，看到迄个人就闪对路的迄边过去。相款，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迄个所在，看到迄个人嘛闪对路的迄边过去。总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对遐经过。一个看到迄个人，伊的心就真毋甘，行晏去用油甲酒抹伊的空嘴，佮用布甲伊包扎，然后甲伊扶去骑家己的驴仔，带伊去旅馆，甲伊照顾。隔日，伊摕2个囡仔交互旅馆的头家，交代讲：请你照顾这个人，所费若着较济，我倒来时会报你。耶稣就问迄个律法教师：你想这3个人，倒一位是互强盗抢迄个人的厝边？伊应讲：甲伊怜悯迄个。耶稣甲伊讲：你去。照安尼去做。就算是受到欺视去向摆脱，迄位称做好的撒玛利亚人，却活出好厝边信仰的性命。反倒当来看咱遐认做家己是义的法利赛人、经学师、祭司。因有缘拒绝，无有差别的对待人，拒绝好厝边。诗篇119篇第1节到第8节，行为无通指责，生活遵行上主律法的人，即款人真有福气。听叹上主的教示，专心追求伊的人，即款的人真有福气。因无做不义的事，有遵行伊的道路。上主，你将你的律例命令阮，爱阮确实遵行，愿我所行所做，确实有在遵守你的规例。我重视你的一切诫命，袂直到失败见效。我学习你公正的判断，我要诚心感谢你。我要遵守你的规例，求你绝对毋通放杀我。愿主帮助阮学习听人亲像家己的精神，来接纳出外人，接纳甲阮无同款的人，愿意用基督的听来提供帮助，正做出外人的好厝边。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